當你以為投資加密貨幣係搏一鋪大嘅，點知原來你連個交易平台都係假嘅。美國證監會SEC尋日一鑊踢爆 Nanobit 呢個山寨平台，直指佢由個交易系統到啲數據全部係流嘅，仲要將幾十萬美金嘅投資者血汗錢直接袋落自己袋。呢單嘢唔係技術失誤咁簡單，係由頭到尾嘅精心佈局，專門呃啲想搵快錢嘅水魚。SEC 嘅指控書寫到明，佢哋連最基本嘅交易撮合引擎都冇，啲價格波動同成交記錄全部係後台人手改出嚟，成個操作就好似你去茶餐廳叫碟乾炒牛河，個廚師根本冇開過火，直接拎碟隔夜飯加啲豉油撈兩撈就出俾你，仲要收你新鮮即炒嘅價錢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講真， Web3 同 RWA 講到天花龍鳳，但連個交易嘅真實性呢個最基本嘅底層邏輯都可以造假，仲有咩係真？呢啲項目方根本唔係嚟搞技術，純粹係揾食啫，呃得一個得一個。今次俾SEC捉到正，真係抵死到極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